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专家有智慧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表奖金上侪35000，请哥你早上去哦。即我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上诶，恁这边先来。我这边先来。阮这要互恁惊喜。哎呦，惊喜哦！是无唔对？安尼，阮嘛爱先介绍一下吼。是。阮这队叫做做伙拼第一，欢迎咱的队长一派。哦，一派你好，我是侯一派，这是我第3届来这个节目啊。第3届。啊，摕偌济奖金该讲。我专摕啊。有偌济就有偌济，传偌济我就摕偌济。真的，所以讲你即马就是要来拼第一就对啊啦。是啊，我来第3届啊，我无摕走，想要摕走。无听到啊？听到啊？你惊喜，你爱惊者啊！好，介绍你的队友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婷，我是剧场的制作人，即马在做剧场的工课安尼。好，来后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张雅竹，我是一个音乐剧的演员，我本身是屏东东港人，所以自细汉到大汉拢是讲台语。嘿，最近嘛有开始咧教课，兼教课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跟上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武婷，我嘛是演员。我的认真学台语是为着我的阿嬷，我希望伊听有我咧讲啥物。嘿啊，今仔日我是甲伊配，做伙来抽奖金。好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跟上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排朋友的同学，我叫梁志。嘛是朋友，朋友啊，我是因迄群朋友内底排出来，今仔要来替一排摕奖金的。哦，敬贵哦，敬贵。今日真正吼，拢来甲咱好啊吼，甲咱唱声的哦，摕奖金拼第一的哦。就是看你有偌定啦。我跟你讲哦。你莫看者镜头好望，你就知影阮偌定啊。偌定。哎呦，敢若石头咧，乌索索咧，看到前乌的会惊无？我是乌干啊。百合会乐团。哦，百合会乐团。是。要上这个阮得奖的专辑，甲阮家己做的纸底。天啊！哦，谢谢。莫怪哦，恁会得奖，恁本上个则粗。对啊，连边仔都传好你咩？你甲看偌好咧，来，咱的队长是来头毛真长。大家好，我是百合花西贡杨阿花乐团的艺硕。我就是淡水人，我就爱写台语歌呢。来，搁刷入去介绍咱的队友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贡杨阿花的贝斯手韦祖。今仔日来比赛就是要来摕奖金。内面你是贝斯啊？对哦。嘿，贝斯。阮有出一条新歌，新歌，我都出来。或者出来。出来。嘿。是安那叫出来？就是对这个社会，咱有的时阵有一寡不满，就是叫人叫迄个做歹代志的人爱出来安尼。哦。所以这个是无伫咧专辑，这是今年新的单曲。是。或者出来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搁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贡雅花的歌手弟弟，是 ABCD 的 D， 唔是高低高低的 D 哦。小弟你是歌手呢？是。查某囡仔拍歌足帅，足帅气的，对。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搁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贡杨花的朋友，叫做世文。即马呢，伫台北梦乐剧团做乐手、乐师，嘛是乐师，嘿，嘛是乐师。所以遮拢音乐的啦，音乐人拢音乐的啦。阮11月25号甲26号伫台南的原生剧场要演国信爷合战英雄河藤内。阮咧演的故事是日本流传300年的古册戏。阮的主角呢，就是阮的开台圣王郭姓爷。电信工程师。阮甲阿红拢是这个台北梦乐剧团做布袋戏的，因是后场的乐师。现场的。布袋戏呢？伊拢会甲咱的，这应该是咱历史的迄落一种传说啦，就讲像新名的啊，是不是？较奇怪，伊讲这是日本的哦。系啊，日本的啊。阮摕日本的经典剧目来演安尼。真期待。所以讲对这有兴趣的吼，就紧的来甲咱看一下哦。台北嘛是。台南。是啊，当时有讲无？11月25号到11月26号。好，欢迎你呢，来个啥哩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红，我嘛是西贡杨阿花的朋友，即摆嘛是伫咧台北梦乐剧团做乐手。今日啊，看因穿安尼，你就知影讲，因为咱定咧讲音乐好听，不过咱拢唔捌听过，咱来欣赏一下，好不好？会使吗？观众朋友嘛，常同齐来欣赏一下。赞！来，进来欣赏咱的百合花
乐团的歌，哈。咱咧讲，会当甲伊唱甲一条歌，就敢若甲心爱的要分开，啊，伊拢有押韵呢。系啊。哦，迄词足水的。系啊，而且佫是足要讲足有画面的。所以讲，安尼恁会惊无？阮袂惊，袂吼。下歌，无比赛啊，阮有人较清醒，有人较清醒。对，老孙讲安尼会讲，迄惊着加。结果无啦，佫叫无，嘿，会晓讲咱就尽量讲，嘿，啊，定定讲，咱就会愈来愈顺啊，吼，啊，毋过咱要顺嘛是爱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因足重要的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结合唱出台湾味，演戏教册101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有影，这唱出台湾味啦，吼，这演戏教册拢足好的。哦，对，好，真正要看实力的时阵啊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间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，大家做伙想。好，啊，即马吼，手夹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咱请手答了，写落去了，紧个写完就紧个。好，紧个试啦。好来哦，上尾咱请出题。啥物？啥物害？啥物苦？啥物气？啥物罪咧？哦，害苦气罪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紧个写完紧个试。是。好来。哦，来配合。嘿。讲。收。是安那做句呢？我一世人拢咧受苦。哦。爱换一个人，真不幸。这受害者足可怜的。啊，受害者足可怜的啦。上班敢咧受罪啊！哎呦，这班难去啊啦！好来受气。我小话逐工甲我生气。
哦，甲你想去。甲你想去。哦，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这个收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卡古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迄个收就是接收的意思哈。虽然有当时接到的是你唔甘愿接的物件，所以第一个受害吼，你古拢就好啊，受苦受罪，可能迄个受罪大家爱较注意的就是你唔管是拄则上班哪受罪啊，共款。佮另外一个意思是，你若做唔对代志，你就爱受罪。对。嘿啊，受气，咱一般可能会有偏音，就是变做上气。啊，毋过其实伊原本的字是爱受气，因为接到迄款气安尼。好，多谢。第二题啊，加油加油！手紧哦，手紧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步、什么手、什么马、什么斗咧？哦，步、手、马、斗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今日想，今日想哦。哦，来，做伙拼第一个来。卡，来，啊那做句呢？骹步，我的骹足酸的，所以骹步行起来有够食力的。哦，真食力。是这个人工课骹手足流利的。哦，骹手足流利。来，迄个过身诶，时大过身会留一寡卡位钱。哦，卡尾钱。嘿，来到，我的骹斗去互崴着。哦，卡到去互崴着。哦，好，来我问老师，老师这里的卡安尼对唔对？伊是写对的。是，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1分哦！好，第一个是迄个骹步吼，就咱人行的骹步吼。啊，骹手就讲可能斗3工斗骹手，也是厝里欠骹手。啊，搁来骹尾恁熟悉嘛，就是骹尾拎机机爱穿袜啊安尼吼。啊，迄个骹斗是啥？伊就是咱咧洗骹的面桶、面斗，也是讲迄个拢会使安尼讲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第一回合大家就拢表出来，拢足够呢。系啊。好，咱拼落去哦。好，来，手更好哦。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话、什么笑、什么车、什么烂咧？哦，话、笑、车、烂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话话笑、笑、话烂、话车。半话、半笑、半车、半烂。好，老师来，这个半对唔对？两队答台语，倒一边会当答出正确的台文字咧。话、笑、车、烂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，紧写哦。哎呦，这有较困难哦！哎呦，来哟！嘿，好来。话笑、话烂、话车。哦，是，好来，咱做句。我敢若跋烂会通尔咧。跋烂会通尔。是。哦，哇。要紧，咱无伊写答，咱先问。问老师这，无定着老师有知意思啊吼。老师这个字安尼对唔对？伊的字唔对。字唔对。哦，来，半话、半笑、半车、半烂。是，好来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半话就是你莫甲半话啊。哦，莫讲闲话遐。我为桃园搬车来台北。哦，是搬车来台北。来。我即马去甲人讲生理爱搬烂，哦，明白。啊，佮一个搬笑。今仔应该结束啊，爱搬笑。今仔结束啊，就爱搬笑啊。哦，结束啊，都爱搬笑。嘿，是搬笑。好，老师来，这个搬对唔对？唔对。真困难着。哇，所以讲咱是变手啊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，来，老师。好，这个答案是爱盘，就是盘啊，迄个盘，汤盘的盘，就是吸盘的盘。盘车就是你为这台车刷过，就是盘过，安尼吼。啊，盘话就是咱你讲了话，我讲，我讲了话，你讲，底下相差。
搬销是啥？我即马物件用的了后，年底啊，还是讲到一个坎站啊，我爱甲小算算吼好势，等于甲摕出来看安尼吼。搁最后一个是搬烂，啊，恁的因搬烂是拢会使，啊，毋过是字毋对。这搬烂就是讲啊，咱就安尼季节啦、交叉啦吼，啊，搁来就是一寡交际应酬安尼，啊，教人搬烂。所以迄个用字个音爱无错。不过即马是1比1咯。哦，所以讲吼，咱制作单位真好，嘛是共款。吼，咱的奖金嘛是这个奖金就是两边拢有。对，来看一下咱的配合会。配合会1分，所以奖金有5000块。嘿，啊，咱的第一个咧，伊嘛是1分，所以嘛有5000块的奖金。嘿，安尼上好同齐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歌机。手搭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咱即马台语安怎讲？是哩，咱这回合吼，甲两边报告一个，就是有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。嘿 ，Kevin，伊会用镜头带咱来去游览台湾，甚至外岛。啊，伊若拄着伊袂晓的，伊唔知影就转来问大家台语安怎讲啦。哦，好，即马分数摕到更较好哦。来，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来当起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这个来宾啊，我是伫巴西来的 Kevin。今晚我来到平湖关的东雨坪，你看嘛，我这后边吼有一寡呢，敢若古早的一寡厝吼，就有古早味的。啊，咱来看嘛，这有啥物有趣的第一个题目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各位观众朋友，甲恁介绍一下哦，恁知影吼，台湾吼有4个吼岛屿吼，啊因加起来就是一个国家公园。咱起码这个所在吼。就是东屿坪，啊，我对面遐吼就是西屿坪，啊，还有2个哦，就是西极甲东极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的题目就是国家公园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国家公园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国家公园哦。国家公园。好，来，咱请手搭。哦，来，哇，唔通看另外无点哦。国家公园。来，佮讲一摆。国家公园。国家公园，好来，老师，国家公园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来分数。有一定的球呢。来，咱让老师解释啊，哈，来，老师。其实伊是一个词啦，咱会希望讲你甲伊迄个国家的家爱转调，变个国家公园。国家。吼，啊，这个国家公园，咱台湾有足侪所在，啊，朋友遮有4个岛，啊，所以遐足水的，啊，金门遐嘛有。好，是不要紧，咱搁有4题。4题，我嘛唔知影困难还是简单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咱搁继续加油哦，紧来开市哦。好，来换人。好，第2位啊哦，第一咱已经摕去啊吼，是为做平常时啊，你是新竹人嘛，你拄好讲吼，所以讲拢讲台语。无呢，甲我阿嬷讲呢。甲阿嬷讲呀，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来当市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，我即摆来到东屿坪的一个秘境哦，你看卖，敢毋是足壮观的、足水的，对不对？我先来甲你介绍这个故事啦吼，这就是800万年以前哦，就是一个火山，这是平湖关上尾的一个火山。啊，你看卖哦，所以才有这个形啦，吼，两边较悬，啊中遐较低，啊你敢有看到后壁吼，一格安尼，这就是以前的人吼，就是这个种菜，吼，所以有梯田这个物件。好，大家准备要来出题目啊哦，请问梯田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梯田的台语安怎讲？是梯田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梯田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搭。哦，来，老的老婆丁。唔知，即马被黑白讲啊！再讲你老婆丁，你要黑白讲。了解咱知。表情爱稳定。老推残。老推残啊！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老推残？对。好，来，换咱位做。
龟蚕。推残哦，减一字就对啦。系啊，是是。好，来老师是咪推残？嘛唔对。哦，真正看起来真简单哦，对啊好念对哦。啊咱来听老师安那念哦，来老师。好，伊一般就是讲，咱田伫平地看到的是水田嘛，内底有饮足侪水的安尼吼。啊，若伫迄个山顶看到的，当然嘛是叫做山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咱叫做山坪，山坪就是差不多丘陵地迄款的，吼。啊，迄个所在咱就是买咱叫做山坪田。啊，再来就是为伊的形，因为伊安尼一抓一抓。所以就哪像螺啊共款，其实是真希望大家把这个词学起来，叫做螺蚕。螺蚕，咱大头毛的螺啊，安尼一抓一抓。一般咱台语的足侪拢是用生活化的物件落去做名称，好像色嘛是共款啊，桥啊色、柑仔色、土色，啊个牛奶色，啥物色拢有，哈。所以咱叫做螺蚕、山蚕、山坪蚕拢会使。结果是敢若你啊看，敢若螺啊共款叫螺蚕。阿姊，嘿螺蚕敢若蚕内底拢是种螺啊咧，蚵仔蚕就种蚵仔，唔系啊，螺蚕。啊，毋过要互咱记住有较深的，就是必须爱安尼。哦，好。嘿啊，就螺蚕安尼咱较好，无你有讲平嘛，平嘛，是毋是？山平、山平、山平蚕，安尼拢会当。是，好，好，唔要紧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咱今日开始哦，好，来换人。好，第三位啊，哦，是咱这边拢还未开始哦，咱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这边嘛是加油哦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才当吃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一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晚咱来到七美岛上有名的景点哦，你看卖哦，你这我后壁，这就是叫做双星石户。啊，听讲有一个传说吼，讲你若等了靠老了吼，因为即摆无水啊嘛，对毋对？你若顺时针洗一轮，你就当找到你的爱情。哇，听起来足浪漫，对毋对？好，安尼我要来说题目啊哦，请问双星石户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感谢 Kevin。困难哦。迄念起来拢足好听，啊，不过台语来念嘛唔知哪念吼。好，来手搁在两个顶面，然后讲请手搭咱才会当吃哦，哈。来，上个咱搁讲一摆。请问双星石户的台语安怎讲？是双星石户哦，哈，会记得哦。好，来咱请手搭。哎，来，相心就好。相心就好。相心就好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相心就好，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哦，厉害，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咱个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咱俩开始。这就是教育民欢哈，啊，咱即摆就是迄个糊迄个物件，就是用迄个石啊哈，啊较大地石啊，所以就甲伊个控好悬。伫迄个有就是田楼就是涨潮啊，入来是迄鱼仔会走入来较岸边遮，要去食遐海草嘛哈。啊，过来就是烤肉的时，因着头前安尼较宽，啊头前较细吼，有一寡鱼仔就收袂出去啊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因古早一种掠鱼的方法，而且因有当时会全部规庄的人做伙合作去遐分享遐鱼啊吼。啊，伊即个词咱是较用华语词直接翻译。啊，因为拄则即个你要甲变调伤心就好嘛会使，啊是你感觉讲，伊的形是伤心，所以甲谈多的国家公园就小可无啥共，啊，毋过因为大家讲会出来就足厉害啊，吼，啊，即个伤心就好，伤心就好，拢会当讲，嘿，是，好，不要紧哦，过来哟，咱个今日换啦。嘛尾啊，第4题吼，队长拢起来啊！是啊，拼者。是一定爱拼者。好，来，加油！手搁在两个顶面，第4个哦，吼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咱才会当吃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你讲后壁遮吼有足水的一个艺术品，啊，遮的物件吼拢是用废物品摕来做这个金鱼。你敢知影金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海洋，确定。好。老师是不是海洋？囡仔上喜的海中生物，伊的台语是要怎讲呢？
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再当试哦。好，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观众朋友，你看没有？如果后壁遮吼有足水的一个艺术品，啊，遮个物件吼，拢是用啥物？恁知无？拢是用废物品摕来做这个亲像一个，恁知影啥物无？这叫做金鱼。为着要做这只金鱼呢，因主要就是用牡蛎壳，啊，有保丽龙，啊，有渔网，啊，有浮球啊。你敢知影金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金鱼的台语安怎讲？是金鱼的台语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海洋，海洋，确定。哇，伊咧回答嘛，敢若唱歌。老师是不是海洋？对。来，分数。容易得到奖咯。这是大家一定爱知的吼，因为咱进前会甲海翁跟海底啊混唔到去，吼，因为咱上金船出去，定定拢是两项拢会看到，吼，所以海翁是迄个较大只，而且用字迄个翁，咱基本上会甲拟人化去啊，吼，就是讲，譬如讲，阮翁婿，还是翁某，这是较人嘛，啊，另外迄布袋戏翁仔翁，就用另外一字，吼，所以咱会甲伊当做是一种较有精神的迄款物件，是安怎会当安尼用呢？因为咱以前拢讲台湾是亲像一粒番薯，毋过咱有李勤华教授又写一个海翁的宣言，就是讲咱台湾迄古早地图是安尼画的嘛，所以伊就是若像一只海翁共款，啊咱。海洋是陆地延伸，所以咱爱甲台湾的精神要航向世界，像海翁安尼大力个游出去，吼，变出咱的台湾精神，吼，所以这个是叫做海翁。来哦，今麦分数是1比2哦，哦，这边出来压力会大哦。开始啊！好，咱这边嘛是哦，甲拼落去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因两位拢是内面算讲台语来讲，常常你讲的哦，是毋是常你讲的？阿红你常你讲嘛？好，我嘛常常讲台语。嘿，你嘛常常讲台语，啊，咱的迄落啊，阿竹嘛是常你讲台语。嘿，我等于东港伊个旧厝的时阵嘛，拢甲厝内的人讲台语。不要紧，会晓尽量讲，不要嘛尽量甲讲出来就对啊。好，来，手跟个两个面听我讲，请就台咱来当吃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到七米头，千万唔当错过一个所在，就是小台湾。小台湾吼，就是因为这个海水一直冲，将冲到了后，就是会变到这个形，即台湾的这个形吼。咱即马徛这个所在呢，就是木栈道，所以呢，咱就来遮吼，对遮这个角度看小台湾吼，真正是有够水的。好，我即马来出题目哦，请问木栈道的台语安怎讲呢？真正有困难。木栈道的台语安怎讲？是木栈道哦，哈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阿竹。哇，木栈道的台语应该是站帮。站帮是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站帮？讲了就有自信。嘿，够有遐困难？你感觉你的想法是啥？我药应该是木栈道。木栈道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木栈道？好，会使。是大家先外愿望吗？太厉害，太厉害！来，分首先，恭喜得到第2分哦！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因为这算这嘛是一个较新的词啦，吼，所以你直接做翻译木栈道会使。啊，不过基本上因为伊迄拢是用差不多用茶做，还是讲茶帮冻咧，所以你会感觉有帮啊，冻一寡石啊伫遐。啊，咱一般来讲，迄个木其实是伊的材质尔，咱应该讲栈道就会使。另外就是因为遐拢是咱人咧行的，所以咱其实伊的功用是步道，吼，还是栈道拢会使。啊，不过花台对伊的3字嘛好。好，好，来，咱请回来看一下分数。我就想要看第一道咧。系啊。好，咱第一道安尼哦。什么拢会拄着哦。是，来看咱的乐团。乐团即嘛有2分。啊，咱第一个咧。第一个嘛是2分哦。哦，所以讲一班的
奖金你总位？即马吼两边拢得到1万块的奖金啦，恭喜！哦，真欢喜哦！真开钱啊，开钱啊，真欢喜！今仔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是咱头一道情况真好，就是讲激烈15000对15000安尼吼。好，好来，我要出题了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风俗内底，什么物件袂当当做礼物送互朋友？因为送人都有可能双方袂搁再联络啊。A. 雨伞 ，B. 皮包啊 ，C. 杯啊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来今日讨论咯。袂使送啥物哦？是雨伞、皮包啊，还是杯啊呢5、4、3、2、1。好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哦，来，咱这边台湾的5个 A， 啊，咱这边第1名哦，嘛是5个 A 哦。好，啊那咱的阿红呢，你嘛是 A 嘛？对，我嘛是 A， 因为这个雨伞就是甲伞的迄个音同款。哦，伞啊，伞可以伞呢。这有这个意思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一排。嘛是共款，答案是 A 雨伞，应该是伊的音线起来。是，咱来看一下是不是 A 哩？正确的答案是。5条命留咧，第1个5条命嘛留咧哦。好来，咱先请老师来解说。咱因为足侪礼物拢会为伊的形状啊，还是伊的音啊，还是伊的本身的用处的意义来形吼。所以这雨伞就恁头拄讲的，就是会散去吼。啊，像这个物件，其实伫迄个华语内底共款啊，就是讲因袂当送丝巾，所以就是啥物送钟嘛。啊，毋过丝巾迄个物件伫咱台湾的社会，咱的音无共的是，其实人若有当时啊入厝，拢会送因迄个丝巾。丝巾是足贵、足宝贵的，嘿，所以若内底佫有迄个旋啊，尽量送来无要紧吼。啊，佫来另外袂当送的物件，可能伊会感觉伊的意义，比如讲刀啊，你嘛袂当送。啊，无那像会甲人切断一刀两断的感觉。啊，鞋啊嘛袂当送男朋友，惊讲伊会对人走，所以就是袂当送。啊，上好是会当送啥物？譬如讲，你想要甲伊有永永远远安尼吼，你得当送伊皮带啊，就甲伊拔了掉安尼，甲伊割咧安尼，还是送迄个领带嘛是有割做伙的意思。嘿，所以送礼是一种好耍的代志。是，对，好，多谢。嘿，后一个，来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款台湾传统的讲唱的迄个调吼，有劝人向善的意思哦，伊有社会教育的意义。A. 黄梅调 ，B. 江湖调 ，C. 杂念调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，紧的哦，紧的哦。哦，劝人向善，社会教育意义的调哦。是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来。哦。来，咱来看下，这边是 B，5个拢是 B， 啊，这边是一个 B，C，4个拢是 C。是啦。哦，所以讲这问者，可能讲着调吼，因可能会较知。我感觉因为音乐嘛，做音乐嘛。好，来，咱主唱，你感觉是江湖调？因为伊讲，我来念歌咯，互恁听哩。噔噔噔噔噔，嘿，啊无要叫钱哦，免着惊话。啊，什么？什么坑人？最后。哦，是坑世歌的意思对啊啦。毋过迄个杂念嘛真讲呢。杂念敢若是就是讲一寡生活当中的真侪代志，是毋是？代志就对啊啦，是毋是？啊那咱这边的来，你的感觉是杂念，因为我想讲，甲我想的同款，就是敢若就是
就细细念啊，细细念啊，啊叫你唔通安尼啊，爱安怎啊？亲像爸爸妈妈杂杂就的。杂念的。我想讲，爸爸妈妈拢叫咱吼爱做好代志。有影。啊，但是囡仔拢会感觉讲时代较杂念。我想讲，这台湾人的艺术杂念调是杂念。是，啊，毋过你有派一个出来是比啊，是你饲了慢也是紧。爱买一下保险的。哦，有道理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五条命留落来，来，咱遮 B 都剩一条命。哇！哎呀，真正用唱吼，我来念歌了，互恁听伊。咱其实台湾有一个国宝，就是杨秀卿老师。已经过身去啊！毋过伊伊拢用去食琴，就是乐琴来弹唱，而且伊足侪歌词拢是家己现场编的，佮会当用你的名帮你编一个歌安尼吼，真正是足厉害的吼。好啊，咱来解说就讲，伊即个迄个字数拢差不多，所以就是拢差不多7字，所以咱嘛叫做7字呀。江湖调、藏细调、藏细歌拢会使。啊，另外迄个黄梅调，迄就是咱以前会唱到迄个江山美人。哦。因为因遐有一个黄梅县伫中国迄边，啊，所以伊遐出来啊，就是有迄个调曲安尼吼。啊，十念调，那像你感觉是咧讲话，啊，毋过十念就是迄字数无一定，袂讲像迄江湖调有7字安尼。吼，啊，所以你要甲伊斗做7字，其实是无简单。啊，7字咧斗是因为7字的音韵，咱人咧记上紧，吼，啊，佮有伊迄款节奏较好听。安尼，吼，所以咱选的是江湖调，比如讲钱银只是暂时少，吼，啊，就是死了用袂着迄款的意思，吼，足济，啊，佮会变来变去，嘿，我背无啥会起来，毋过看着知影。麻烦饲者后一题，咱继续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要形容一对爱人啊感情真好，咱会用什么款的词咧 ？A. 交公交母。B. 水牛河神 C. 鸳鸯水啊！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哦。哦。简单。来讲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来看一个哦。哦。5个 C 对1个 C。这写歌应该嘛是会写着吼，为做。就是有听时代有讲过，即 C。好，啊那这边嘛是鸳鸯水啊，因为有一条歌就是鸳鸯水嘛。就是我讲鸳鸯水啊，都一条歌。用想袂起来。歌词来讲，看起来较浪漫，就是这啦，画面较水啦。对。嘿，啊，交公交母，我是感觉愈看愈奇怪。来，咱来就看一个，即马答案就敢做4年哦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C，袂歹。大家拢有咧听歌，所以这条你会感觉足简单的吼。迄个咱因为迄个歌仔饼顶悬，吼，迄款大饼顶悬，拢鸳鸯水下的迄款度嘛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因的枕头顶悬嘛有迄个度，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甲结婚啊，还是迄个感情和好即款吼，就有鸳鸯水下。啊，交公交母一般来讲可能较无正当的，因为咱就是人的形，咱是为狗变出来嘛吼，所以就有掠狗迄个事。啊，所以这交公交母听起来就无好听啦吼。啊，水牛河神可能咱一般来讲，水牛伊的迄个遐拢有鸟啊，还是啥物地咧安尼吼。啊，其实伊若放一部牛屎伫遐，河神会走去迄个，然后像连做伙的感觉吼。啊，毋过就是无迄款美感。吼，所以咱音乐啊、戏剧啦、文学拢是需要有美感的。吼，鸳鸯水啊，不时相随。哦，就我哋讲交公交母，不时相随，听着就怪怪啊。交唔遮呢？好，来紧个啊，上尾一题哦，真正要拼输赢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甲我饲者后一题，麻烦。好，来哦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定定食会到迄个鸡丝面，这个号名吼是啥物原因呢 ？A. 面亲像饼扫的鸡丝
B 是用鸡油落去煎的，C 因为伊的面条亲像鸡肉丝。你感觉是 B 用鸡油去煎？嘿，我加起来切切，嘛是有道理啊。对对对，进前是切。是，无就一定爱煎过嘛。啥那感觉啥那？亲像倒一种鸡丝。寿司啊，寿司迄种。条安尼讲我有味道。哦。鸡丝面合作这个名是啥物原因呢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哦，来，零60秒的时间哦。来，男知影风险，紧来甲分开哦。吼，来啊哥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来，请起答案。哦，有啦，咱遮风险拢甲分开啊。吼，是真好真。来，我要问小弟，你感觉是 B 用鸡油去煎？因为。嘿对，嘛是有可能啊，嘿啊，加起来切切，嘛是有道理啊。未煮进前是切，是无就一定爱煎过嘛。吼，即摆较有迄种水去煮的迄种面啦。对。吼，也毋过以前来讲，应该拢是煎的，是就敢若咱阿红甲咱的主唱，嘿，拢是面条亲像鸡肉丝。对。捌听过无？毋捌听过，鸡捌食过，捌食过，啊，毋过拢毋知影是安怎做鸡丝。哦，等下就互恁了解。吼，来这边是 A。是阮做伙讨论出来。是，你是安怎感觉？是安怎？亲像倒一种鸡丝。这是寿司啊。寿司迄种诶，寿司哦啊，对，一条安尼，哦安尼，秀切啊，嘿，溜啊，亲像寿司啊安尼，油安尼，诶，这嘛是安尼讲，我有味道哦，真正是 A B C， 唔知答一个吼，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这个鸡丝面我高中的时就爱食，因为足紧的若去啊啉红茶，头家一下就出来啊，吼，啊所以为什么会安尼吼？以前的鸡丝面拢唔是伫面摊卖，吼啊所以伊就是伫迄个中华园林遐有一间冰果室，因就开始有当时人咧卖，啊因就甲面线煎的，是用猪油来去煎，因为咱台湾较侪猪油，吼较会芳，啊你若用鸡油无可能，因为鸡油一点点啊尔，好，所以伊就是因为迄个为冰果室遐啊煎过的面煮，因为本身就煎过就熟啊，所以等于就泡一下就出来啊。所以汤头用好好，啊南瓜冬菜啦，南瓜迄个有当时放一片肉丝吧，安尼就足好食啊，哈。所以食起来因为煎过啊，跟那像鸡肉丝，其实。这鸡肉丝，咱鸡肉饭唔是讲粗的迄款，是佮甲调好佮较油的，那面线安尼，嘿对，啊所以这就是台湾食的迄款智慧佮创意。看咱这边，看咱的台湾，哦，即马对，因即马还有2分，嘿，啊那咱第一个咧，咱这第一个依期传统，即马爱心一粒，爱你啊，是，所以讲咱这2万块的奖金你倒一边，爱送互咱的必合会乐团，哦，而且咱拄则嘛是有奖金哦，啊，差给你偌济？即马是35000块咯，35000块咯，好，今日呢，小弟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总有5组的地方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抢奖金，今嘛奖金偌济？今嘛奖金有35000块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第1位是咱主唱，第2位啥人？摆一排，嘿，第2位、第3摆一排，拢通啊讨论哦，速度紧的哦，紧的才秒数才报会掉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
食人头前酒，什么头句的人讲不是过来？公人，公人，公人，讲人头句的，即个过来12生想安怎？套，哦，厉害哦！过来，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，上厉害，厉害，唔对啦，上厉。第二个字，哩，试过买，好，来，今年哦。桌顶食饭，什么？桌骹放屎，过来，来，大鼎袂滚，小鼎，枪，哎，枪，一条过来，枪，滚啊，进口！金酒无？好，咱的第一句哈，头其实是迄个食，大家爱注意哈，因为咱会感觉讲啉酒会想要用啉，啊，毋过其实咱以前拢家己，譬如讲食酒啊、食薰啊、食啥，哦，所以迄个动词咱以后学台语嘿。食甜茶啊是啥物拢是，所以迄个食的动词爱注意。啊，迄头前酒，迄个前啊形就是一个迄个酒杯啊，迄个形哈，啊是第一杯酒的意思。啊，然后讲人头句话就是第一句话，啊，这个用的时机就是讲伊会歹势，也是感觉讲啊，你竟然这个是较有会的人，较会当先去你台仔顶讲话嘛。毋过伊会较谦虚，感觉讲啊，歹势，我是食人头前酒，讲人头句话，是一种自谦的迄个俗语。再来，12生想就是厝牛好土灵蛇马羊高鸡到低，啊，迄个因为。这个是12生肖，等于就是一轮一个迄个假期嘛，吼。啊，伊得变透透，爱讲变透透，因为咱台语内底变甲变是无共的，你的变是好的，就是讲变化。吼，千变万化，也是变做啥物物件，毋过变是迄个无好的，变鬼变怪，吼，也是伫遐变无练，吼，拢是即个意思，变啥物网，吼，所以咱即个爱念做变透透，因为基本上即个意思就是讲伊无定性，啊，即个。物件逐项也拢要做，啊，拢去遐目者。第三个是心歹无人知，喙歹上厉害。所以咱人有当时啊，就是伊拢无讲出来，啊，毋过其实内底是迄个后北来啊咧讲迄个算计安尼吼。搁来是桌顶食饭，桌骹放屎。即个就是迄画面实在是足无好诶，人咧请你食饭，其实是人对你诶好意，啊，搁有人互你温情，毋过你竟然伫迄桌骹做迄款臭咪毛诶代志，搁见不得人，也是无礼貌诶代志，所以这是咧讲一个人毋知影。知温报本，所以忘温背去，吼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安尼吼。来劝人就是爱知影迄个感恩就对。最后迄个大鼎袂滚，细鼎强滚。即个原因是讲咱古早的灶，咱有一个大鼎，吼。啊，大家拢敢若想着讲是大鼎尔，其实伊边仔会搁挖一空，有一个细鼎，因为你无可能大家拢遐大会落去煮嘛，所以大家咧行火的时，才会水较济，大鼎要袂滚的，毋过细鼎伊的水较少，就开始呛滚。啊，咱即摆伊就是半桶师，也是讲伊无啥物技术，毋过正讲厉害的人拢还袂出声，伊就伫遐一直用，所以就感觉伊是迄个一知半解，也是讲才情无够的时，竟然都搁伫遐讲到偌大声的吼，咧劝人就是你爱较谦虚的，爱去训练家己的才学。嘿，这是以上的迄个，所以恁有够厉害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更较厉害是即马存偌济？哦，咱即马奖金存3万块哦！恭喜！好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颁奖！我哋配合会乐团啦。哎呀，恭喜！3万块奖金啦！我感觉咱第一名这边吼，嘛唔免去演戏呢。对啦。其实咱来算过啊嘛，你讲我说能够报名来啊，对不？不要紧，阮哦，阮专家有地位，阮有 app， 你通啊吼，甲登录落来，吼，内面就有这个游戏，就是俗语我来排。哎，啊，你也感觉分数真济真悬，你感觉家己有把握啊？来，欢迎你报名来参加。是，啊，若是有迄落介意吼，去台南，啊嘛先算去游览一下啊，吼，来甲阮。捧场者，支持者，甲阮支持一下哦，吼，会记哩哦，2个哦，出来，
出来，好出来，出来买票啊！嘿，你出来我拢会袂记呀。来，出来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啊。感谢咱辛苦的王秀荣王老师，谢谢。谢谢。再见，有机会。到您别来去。祝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。谢谢一排，好久不来。感谢。你真厉害啊，但是我的地方更厉害。谢谢。